肺炎疫情嘛影响到大学开学时间拢延后，4科位啊租厝的市场加减哪拢算长着。像讲卖厝中人就上新统计资料，看到台中7间大学4科位啊要租人的房间，拢总算的有8000多间。因为烦恼厝租袂得出去，就厝主拢落价要租人。某人讲，学生囡仔租厝是算一年一年，毋是算学期。休寒本来就是大小月，烦恼讲疫情万不利，若是继续拖落去，含外国学生嘛暂时袂当来到台湾，租厝的起草可能就会较白痴。无论是露台、南关，或者是人行道顶管，四界拢会当看到套房出租的广告。这是有名一中商圈，边仔就是台中科大甲台湾体大。这回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拢延后开学，连带影响当地租厝的情形，甚至传出有厝主急加来降厝租。这次疫情应该如果针对租屋市场的话，只是一些递延的效应而已。一般的屋主觉得说能早1个月。所以我觉得我降幅一点点 OK。根据有名的房仲业者统计，目前台中有7间大学，差不多1公里以内，单要租的厝数量就有8169间，其中有188间因为厝主真烦恼疫情影响，抢头前来你降厝租。没有租出去是他们最害怕的嘛，所以与其空屋租不出去，倒不如降租把它租掉。我想先度过这一个比较疫情严重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时期。强调房屋的市场本来就已经是厝伤济，如今阁受到疫情延后来开学，根本就是愈来愈困难。其中逢甲大学边仔降价降上济，但是当地厝主认为，大学生租厝大部分拢是对着学年，对7月或者是9月开始签1年的合约。休寒的期间，找厝的人本来就较少，才会有厝主会来降价出租。整年度只有6、7、8、9是旺季，其他都淡季。如果说你不想空的话，你最好降一些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要等上班族，可是上班族需求很少。到底疫情是毋是会影响学区租厝，阁爱观察。但若是全世界疫情继续在烧，造成袂少国外的学生无法度转来台湾读书，到时阵恐惊才是租厝真正的寒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